啦。我係一個喺澳門浸咗好耐嘅老汁骨，見過唔少大場面，亦都經歷過無數次生死關頭。嗰日我坐喺一張起步注碼100上限5萬嘅百家樂台前面，成個人意氣風發，二話不說就將手頭上嗰5萬蚊籌碼直接揼咗喺賢嗰邊。我當時個樣肯定好招搖，一心諗住一鋪定江山。點知個荷官望咗我一眼，話客氣咁講咗句：唔好意思啊，先生，呢張台已經爆咗紅啦。我呢先至留意到，原來除咗我之外，台上面仲有一個睇落好猥碌嘅執客，佢喺賢嗰度壓咗200蚊。我當時心入面把火即刻升埋嚟，好狠咁瞪咗佢一眼。嗰個人見到我嗰集厚厚嘅5萬蚊籌碼，再睇下我個殺氣騰騰嘅眼神，嚇到粒聲都唔敢出。喂，遺落咁收翻自己嗰200蚊牌，一開閒贏。我順利攞到荷官牌翻嚟嗰5萬蚊，我隨手掉咗500蚊俾嗰位縮骨客，當係請佢飲茶，當堂覺得自己威到不得了。跟住落嚟嗰鋪，我順住個勢又壓咗5萬蚊買莊，結果又係贏。嗰一刻我覺得喺澳門贏錢真係易過借火，好似啲錢係天上面跌落嚟咁。呢個時候執台，周圍開始聚咗一班老哥，呢班人就好似聞到血腥味嘅執魚咁，邊度有好路，佢哋就會好似鬼魅咁出現喺你身邊。我左手邊坐低咗一位大約40歲左右嘅貴婦，呢個女人真係實力派，10隻手指戴滿晒戒指，閃到我眼都花埋。佢後面仲跟住個隨從，專門幫佢攞袋拉鏈，個袋入面裝滿晒一沓沓嘅港幣。個隨從由袋入面攞出一桿10萬蚊嘅現金，啪一聲抌喺荷官面前。荷官見到咁大陣仗，唯有停低個局，開始驗咩點錢換籌碼執場。經理絕對係識得睇風使針嘅人，見到有條大魚游過嚟，二話不說就當場升台，將個限額牌換成500至20萬。嗰個貴婦第一把就壓咗10萬買莊，荷官小自然咁將我面前嗰2張莊牌收走，移到佢面前。我心入面嗰團火又燒起嚟，心諗唔俾我看牌權係咪？咁牛逼，我就反住同你打荷官張牌俾佢。佢仲要扮到好專業咁，求其睇2眼就調出嚟莊。第一張牌係4閒，第一張牌係佢仲轉過頭同後面個隨從細聲講嘢。睇個樣好似贏定咁，到咗第2張莊牌，佢用手壓住，輕輕掀開一個角，嘴角仲露出一個得戚嘅笑容。結果開咗個3而閒嗰邊，第2張牌直接翻出張紅圖8，嗰隻紅色真係鮮蒲到有啲刺眼。貴婦當場呆咗喺度，好似仲等緊補牌咁。等到荷官宣布閒贏嘅時候，佢仲傻更更咁問一句：使唔使補牌啊？荷官點點頭。周圍嗰班老哥聽到佢咁問，當堂笑到反肚。貴婦覺得自己失晒面子，心入面亂晒大龍，起身就走咗。我望住佢個背影，仲好唔客氣咁俾咗個中指，心入面諗：你威得去邊啊？接落嚟嗰2日，我喺周場入面真係贏多輸少，手頭上啲籌碼堆到好似座小山咁。無論我去到邊，啲保安見到我拎住咁大沓籌碼，連我張中石黑卡都唔使睇，就對我客客氣氣。嗰陣時我覺得澳門嘅一切都係咁美好，有高冷嘅外國女人跳舞，有日本嘅靚女表演，連米芝蓮3星大廚煮嘅嘢食都特別合胃口。只要你有錢，針場仲會派專車接送你，直情當你係皇帝咁濃。但係針場嘅真面目總會喺你最得意嘅時候露出來。幸運女神要撇低你嘅時候，真係連聲招呼都唔會打。自從嗰日喺葡京輸咗30萬之後，我好似撞邪咁，接落嚟嗰幾日日日都係輸之前，嗰種意氣風發嘅勁頭早就唔見咗，心入面嗰種落差感真係好難受啦。望住酒店房保險箱入面剩翻嗰90幾萬港幣，我知道唔可以再好似之前咁幾萬咁去搏啦。我決心每日只係帶10萬去打，幫自己定個計劃。點知我每次出發去酒場唔夠半個鐘，就又要翻酒店攞錢，一個晚上就咁行嚟行去幾轉，真係丟架丟到翻屋企。去到酒場門口，有幾個金髮碧眼嘅女人，我哋叫佢哋做8國聯軍。佢哋每次見到我行翻入去，
都會喺度嗌大哥1500，1500，我每次入去都冇理到佢哋，唔係因為我清高，而係因為我心入面只有一個念頭，就係要翻本。其中一個女人見到我咁嘅樣，好唔屑咁罵咗一句話：我係個廢物，無卵用。呢個社會真係笑貧不笑娼啦！如果唔係我急住將啲錢送入老虎口，我肯定會同佢理論翻舊本。但事實係我最後冇整喊佢，反而係我自己俾執場整到喊都冇眼淚。翻到執場之後，我成個人嘅心態已經崩潰晒，被個女人嘲笑。我更加急住要贏翻晒翻嚟。我喺台上面推咗2萬輸，再推3萬又係輸。最後我將手上嗰5萬蚊全部推晒上去，結果又係被殺。我當時一根煙接一根煙咁食，咖啡一杯接一杯咁飲，啲錢就係幾萬咁冇晒。直到凌晨5點，最後嗰90幾萬終於清袋。我真係希望自己係發緊場夢，但係我嗰對因為肚餓而發軟嘅手話俾我聽，呢個係鐵一般嘅事實，整整200萬就咁冇晒。澳門酒場將我虐待到體無完膚。我當時做咗一個決定，就係從此煙倉慢喺澳門，但我完全冇諗過呢個決定竟然係另一個噩夢嘅開始。想要繼續留喺澳門，起碼要有一筆生活費。我想起自己個西馬汁壺入面應該仲有啲錢，足夠我喺呢度生活一段時間。但我都係高估咗自己，嗰2萬蚊馬幣上到台，好快又輸到得返幾千蚊。嗰一刻我終於清醒咗少少，我要先解決食飯同住宿嘅問題。我被嗰間5星級酒店請出去，搬到去澳門舊城區一間好簡陋嘅私人旅社。嗰度原本係3房單位，但就被房東用木板隔咗好多個細房出嚟，每日租金只要100幾蚊。住喺入面嘅人真係五花八門，有非洲人，有洗腳妹，有偷渡嘅勞工，仲有同我一樣嘅合倉麻佬哥。雖然個環境好似難民營咁，但起碼都有瓦遮頭。我暗暗發誓一定要喺澳門贏翻晒啲錢。我同屋企人朋友借咗5萬蚊，諗住今次可以翻身。我當時諗得好簡單，一日贏翻5000蚊，唔使2個月就可以回晒本。我再次翻到執場，見到中場入面人頭湧湧，心入面諗住人多就代表今日執場唔會殺得咁狠。我行入中場，隨手攞咗支免費橙汁，一邊飲一邊揾緊所謂嘅好路。行過一張台，個荷官對住我笑咗笑，我就順勢坐低咗台。上面坐住一個戴眼鏡嘅男人，睇落斯斯文文，面前擺住大約100萬籌碼，佢一萬咁落注，但係接二連三都係輸喺度，唉聲冷氣。佢見到我坐低，冇乜反感，仲同我打個招呼，叫我幫佢睇一次牌。我當時任起梗係樂於助人嗰一鋪，佢落咗3萬，我落咗3000買閒，莊家開咗6點，我拎住2張牌搞咗成半分鐘，開出一張 A 同一張 K。見到個眼鏡男個失望樣，我唯有安慰佢話：仲有補牌啊，有抌未為輸。當我攞到嗰張補牌嘅時候，其實我仲緊張過佢。我驚輸咗呢鋪，佢會埋怨我。慢慢掀開個牌邊，見到有邊，我興奮咁同佢講有邊啊，佢即刻大嗌3邊，結果呢一鋪真係開閒。眼鏡男想乘勝追擊，下一把就壓咗15萬。見到佢贏錢，我心入面真係好葡萄。我隨口讚咗佢一句：大哥你真係犀利。佢苦笑咗一聲，話佢原本帶咗300萬過嚟，依家就剩翻呢100萬。澳門真係咁，你見到啲人喺台上面10萬8萬咁揼，以為佢係大富豪，其實佢可能係攞緊公款喺度搏命。佢贏咗錢好開心，話我望佢要請我去水療，我冇拒絕。畢竟大家都有贏錢嘅話題。如果大家都輸晒，估計真係各回各家，各找各媽。去到水療中心喺浴池入面浸住，嗰陣時真係幾舒服。但諗翻轉頭，嗰次可能係我喺澳門最後嘅安樂時光。當我借翻嚟嗰啲錢都輸光輸淨嘅時候，我想再打電話翻屋企，竟然發現無人接聽。屋企人其實心入面好清楚，只要我不一日唔離開澳門，俾幾多錢，我都係會送入賭場。佢哋決定唔再支持我，但我始終都要食飯。窮到冧嘅時候真係特別容易肚餓。
屋漏偏逢連夜雨，房租交唔起，我被房東趕咗出門。但我冇咁容易被打倒，我將行李寄存在酒店前台，嗰陣時仲係免費嘅。我在財神執場後面嘅一條巷仔入面執咗幾塊紙皮，隨便揾個位就鋪低，諗住天為被地為床。如果紙皮被清潔阿姨收咗，天氣好，我就去海邊石楫坐幾個鐘，吸收下日月精華。如果天氣唔好，我就下半夜匿喺執場嘅直播機嗰度打瞌睡，雙手托住個頭，扮到好似喺度研究緊頻率咁，咁樣保安就唔會過嚟趕我走。日頭我就喺執場入面四圍行，幫人睇客路。遇到啲脾氣好嘅執客，或者會賞我少少茶錢。最令我興奮嘅係執場每日固定時間會派免費麵包，每次我都會先領一個，然後藏喺件衫入面，再行去另一個區領多個，咁樣我就一日嘅肚皮都有着落。如果半夜肚餓，點算？有啲兜場凌晨2點半會有蛋炒飯供應，雖然份量唔多，但對我嚟講真係極大嘅誘惑。想沖涼係冇可能嘅，我平時就喺新葡京啲角落頭拎幾支免費水，去廁所抹客個身。如果咽炎發作，就去吸煙區揾客。有冇人留低嘅半包煙喺澳門？好似我咁嘅冧瘡老哥真係唔少。我識得一個南京嚟嘅老哥，頭髮長到好似幾個月冇剪咁。佢同我講佢對百家樂好有研究，但我睇佢個落魄樣就知佢都係一個輸家。佢仲係不停咁同我分享佢嘅心經，話幫人睇路好準，只係自己冇本錢。佢經常會錯過派麵包嘅時間，如果冇執客俾小費佢嗰日就真係要捱餓。除咗老哥，仲有晚倉麻姐。嗰日喺老虎機區，我見到一個後生女，佢手上拎住幾十蚊澳門幣，想同我換港幣。佢雖然冇打扮，但五官都順幾標緻，只不過嗰份氣息一睇就知係輸好耐。我當時唔知係咪動咗可忍之心，拎咗100蚊港幣俾佢。佢叫小姚，長沙人，因為遇人不淑過嚟澳門發洩，結果輸到一乾二淨。佢將嗰100蚊投入老虎機，唔夠幾分鐘就輸晒。我見佢可憐，提議請佢食飯，佢答應得好爽快。食完飯之後，我仲出錢帶佢去剪頭髮。從髮廊出嚟嘅時候，佢整個人嘅氣質完全唔同晒。嗰晚我咬牙租咗一間房，兩個寂寞嘅心就咁連喺一齊。但第2日之後佢就喺我嘅生命入面消失咗。聽講佢後來嫁咗俾個執徒，估計呢世都離唔開種一字。我就咁喺澳門拉倉慢咗半年，為咗生存，我開始做一啲叫八仔嘅叫務，即係去周場辦會員卡，幫就客打積分，然後將積分換成酒店房賣俾啲酒店販子。有時我仲會喺直播機或者老虎機嗰度揾客，有冇人留低嘅，幾蚊幾角，積少成多。靠住呢啲小聰明，我竟然喺澳門活咗落嚟。聽講做得好嘅八仔一年可以賺幾十萬。有個老哥仲話有人同周場公關勾結，一年賺成100萬啦。但係呢行競爭越嚟越激烈，賭場亦都開始打擊。有一日我喺威尼斯人幫人插卡打積分嘅時候，被經理發現咗，直接叫保安將我捉咗入小黑屋。2個高大嘅保安將我圍住，嗰種壓迫感真係好勁。佢哋將我帶入保安室，一個房仔入面已經企咗5個人。我哋呢班人喺周場眼中就係搞屎棍。保安唔准我哋坐，但有個硬骨頭嘅八仔直接坐低，仲話要躺平保安，最後都冇晒符，唯有由得我哋坐。最後經理幫我哋逐個登記資訊，將我哋列入黑名單，仲叫埋司警過嚟。司警查我證件嘅時候，個眼神真係充滿咗不可思議，因為佢發現我已經喺澳門逗留咗200多日。我就咁被送去咗移民局嘅羈留室，入面關咗20個人，有黑人，有越南非法勞工，仲有我哋呢啲大陸超期逗留嘅客。最後我收到一張檔，限制我3年內唔准再入澳門。我企喺拱北廣場望住對面嘅澳門，心入面真係百感交集。呢8個月嘅生活真係如履薄冰。我喺度諗，如果當初我冇嚟澳門，冇踏入過酒場一步，我嘅人生又會係點樣呢？呢種代價真係太沉重，仲都話咁撳再去回憶。